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3月初6，民数记14章80安尼讲：上主若意爱咱，就会带咱入迄个地，将迄个老年甲密的地赏赐咱。三甲来祈祷，带阮入应允的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过去、今日，直到永远，永无改变的真活上帝。对伫你的信实甲公义，愿通领受无限的稳定甲怜悯。主啊，你是只看阮的好，无纪念阮的歹，用无比的疼痛甲赦免来款待阮的慈悲天父。主啊，这款的事怎样临到伫阮？主啊，我要怎样才通报答你啊？主啊，阮意爱顺境，无意爱逆境；阮意爱丰盛，无爱丧凶。总是主啊，阮搁较意爱的是你，因为你若意爱阮，就要带阮入迄个地，将迄个老年甲密的地赏赐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